随遇。陈教授，这，他会不会在骗我呢？所以您的意思是，现在病患暂时还是没有办法苏醒的。看他们在昏迷之间有什么样的介入跟看法。这些图片，我想请你看一下。这是我们从你爸爸车上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截取出来的。根据图片的显示，拦他们车的是一个 AI。特征是蓝色的眼睛。一个 AI。